接下来要小解口语测验的得分策略。口语测验分作3个部分：复诵、看图表达、口语表达。一样，我们会从简单的题型，再慢慢增加难度，到比较需要延伸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。复诵就是跟着音档念，它没有文字，仅有语音。我们要仔细的听，一定要听到叮一响后，你才能开始念，否则录不到音，我们就没有分数了。请听范例：很好做，要改名。很好做，要改名。很好做，要改名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其中的客语发音没有念标准的话，也很容易被扣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发音有：第一，声母呢的字我们要念正确，不可以念成呢。例如爱音不可以念成耐音。第二，双唇音收尾的字一定要闭唇，比如我们的衣服伞不可以念成伞。第三，尾音收 b 的 g 的字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念得很短促，因为它是入声字。例如塔、线、掉